继续关心交通安全，这大架车的事故数量是真多。伫咧2023年造成死伤的人数都有13599个人。路权团体是呼吁主管机关要加强执法，直接要求大架车的业者改善，甚至是停业。若无这款情形，永远都别改善。4月20日，台北3总头前一台沙石仔车，那像因为视线的死角，甲一个过车路的附近人搞死。时间搁转去到4月7日，大陆四线嘛发生有一台沙石仔车未负打动啊，甲一个停红灯骑重型机车的骑士撞死的事件。无到20天，小连续发生2件大型车死亡的意外。而且拢是同一间业者上坤运输公司。这一间上坤运输公司在监理网站上面多打了2000多件的交通违规，包含了他可能拒绝验车，但他如此轻率的态度，把我国的监理规定当作塑胶的业者，他却可以照常营业。向前的死亡推动联盟指出，过去15年来，大型车造成伤亡的人数冲悬1.6倍。估是2023年，大型车都造成13599个人伤亡，数字是真惊人。违规罚款已经成做驾驶的成本结果，先罚就罚物件。只要主管机关无强力执法，大型车无改善，有关是伫路面走的无定时炸弹。在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事故之后，是不是要经过详细的调查，然后呢，依照公路法第47条要求业者改善或者是部分停业呢？针对业者部分做一个裁处的一个动作，大概罚了2万块哈，然后发现他们公司在车辆的预检、还有重大违规、还有驾驶人违规趋势大概有偏向比较高的一个迹象了，要求他们在6月30号以前完全改善了。时代力量主席王冠珠表示，以4月7日的死亡车祸做例，主管机关乃当调查清点各风险的业者，事先甲稽查辅导做好，事后确实执行，等业者有改善了后，才阁恢复营业。那安尼可能就袂发生这危险的代志，而且呼吁，若有不良记录的厂商，应该禁止参与公标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